2026年3月26日，格倫菲爾口腔集團與瑞士時卓曼喺羅湖國貿總院成功舉辦咗合作交流見面會，雙方圍繞技術合作、學術交流、臨床賦能等核心議題深入洽談。活動當日，時卓曼核心領導團隊參觀咗格倫菲爾國貿總院，詳細了解咗格倫菲爾喺精準種植、多學科協作及全流程質控體系等方面嘅實踐成果，給予咗高度評價，並授予格倫菲爾口腔、史卓曼 BLX 星耀俱樂部診所榮譽。雙方關於口腔醫療技術、服務理念同市場趨勢進行咗深入探討，推動未來在學術科研等方面嘅深度合作。未來格倫菲爾口腔集團將攜手史卓曼集團，共同推動口腔行業嘅發展與創新，深化口腔技術體系嘅打磨，為廣大患者帶嚟更加優質高效嘅口腔診療服務。